我要转乘机场捷运，请问要先出站吗？要到哪里搭乘呢？我头班车机场侧边，请问我先出站吗？都开你比车嘞。我头班车机场侧边，请问我先出站吗？都开你比车嘞。请您先走出捷运闸口，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。请向先行车侧面闸口，新立界方向77向前行。请向先行车侧面闸口，新立界方向77向前行。就可以走到机场捷运线 A1 站台北车站，转搭机场捷运了。7月中行到机场侧面线 A1 站台北车站，慢坐机场侧面。7月中行到机场侧面线 A1 站台北车站，慢坐机场侧面。好，那我到桃园机场第2航下，该搭直达车还是普通车呢？好。我就开桃园机场第2航下，要坐7塔车也是普通车嘞。好，我就开桃园机场第2航下，要坐7塔车也是普通车嘞。建议您搭直达车，会节省10几分钟哦。下一班车是下午4点发车，建议先坐7塔车，要上心外份。后日班车是下晝4點發車，建議先坐7塔車，要上心外份。後日班車是下晝4點發車。好的，请问厕所在哪里呢？厕所在前方50公尺的右侧。好，請問偏數等你比？偏數在頭前50米會真少嘞。好，請問偏數等你比？偏數在頭前50米會真少嘞。提醒您哦，捷運站內禁止飲食。谢谢你的提醒。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古蹟？提倡顯，側面參內底無種什物件。落來顯的提倡，請問你手困係唔係就呢個古蹟？提倡顯，側面參內底無種什物件。落來顯的提倡。請問你手困係唔係就呢個古蹟？是啊，北門是清代統治期間留存的古蹟，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。係啊，北門係清代統治期間留落來的古蹟，有100多年的歷史。係啊，北門係清代統治期間留落來的古蹟，有100多年的歷史。目前整修成北門廣場，是台北市的重要地標哦。哦，原來就是這裡呀。現時整修做北門廣場，係台北市的重要地標。哦，其實知得了哦。現時整修做北門廣場，係台北市的重要地標。哦，其實知得了哦。旁邊還有府台街洋樓、鐵道部、三井倉庫。fin頭也有府台街洋樓、鐵道部、三井倉庫。fin頭也有府台街洋樓、鐵道部、三井倉庫。這幾座日治時期留下的古蹟啊，都很值得一看呢。列家從日本時代留落來的古蹟，攏進入幾代供養之下。列家從日本時代留落來的古蹟，攏進入幾代供養之下。哇，我要把握時間去逛逛了。不過我的行李有點多誒。哇，我要把握時間去留留誒。不過我的行李就談破多。哇，我要把握時間去留留誒。不過我的行李就談破多。您不必擔心，我們這裡有行李置物櫃服務哦。太好了，這要如何計費啊？係唔是80，我哋列入行李置物櫃服務。就好誒，你係用做算？係唔是80，我哋列入行李置物櫃服務。就好誒，你係用做算？小的尺寸是1小時10元，大的尺寸呢是1小時20元。您可以使用大的置物櫃哦。細寸茶係1點鐘10塊，大寸茶係1點鐘20塊，係冇用大的置物櫃。細寸茶係1點鐘10塊，
太春茶是1.20克，是要用太的地母开。好，请告诉我操作方式。请先选择置物柜的编号，接着设定密码，再投进20元的基本费。好，上高矮按用一种。抢先套地母开编号，接落来设定密码，暂搁空入20克的基本费用。好，上高矮按用一种。抢先套地母开编号，接落来设定密码，暂搁空入20克的基本费用。机器会送出密码纸张给您留存。那我要如何取回行李呢？家去要送出密码的纸，得先留存。我按用就提前行李嘞。家去要送出密码的纸，得先留存。我按用就提前行李嘞。请先按下置物柜编号，将密码纸张投进机器，再补足置物柜使用金额，就可以顺利的取出行李了。抢先一路地母开编号，将密码纸投入家去，搁补足地母开使用的金额，是要用行李提出行李。抢先一路地母开编号，将密码纸投入家去，搁补足地母开使用的金额，是要用行李提出行李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玩得愉快哦。我弟啊，落来很。唔是生意，送了欢喜哦。我弟啊，落来很。唔是生意，送了欢喜哦。